家好，我係 Shelby 清啊。今日我嘅會同媽咪挑戰乘數表，咁我嘅一齊挑戰乘數表啦。挑戰乘數表，挑戰一次有5蚊，有3次機會。我嘅一齊去啦。係21如2，22如4，23如6，24如8，25 10，26 12，27 14，28 16，29 18，2乘10得20，31如3，32如6，33如9，34 12，35 15，36 18，37 21，38 24，39 27，3乘10得30，41如4，42如8，43 12，44 16，45中20，46 24，47 20，47 28，48 32，4乘10得40。49咧？49 49 36，4乘10得40。5 1如5，5 2 10，5 3 15，5 4中20，5 5 25，5 6中30，5 7 35，5 8中40，5 9 45，5乘10得50。6 1如6，6 2 12，6 3 18，6 4 24，6 5中30，6 6 36，6 7 42，6 8 48，6 9 54，6乘10得60。7 1如7，7 2 14，7 3 21，7 4 28，7 5 35，7 6 42，7 7 49，7 8 56，7 9 60，3 7乘10得70。8 1如8，8 2 10，8 2 16，8 3 24，8 4 36。錯。俾一次機會你8一如8。8 1如8，8 2 10，8 2 16，8 3 24，8 4 30，8 4 32，8 5中40，8 6 48，8 7 54，8 7 56，8 8 64，8 9 72，8乘10得80。9 1如9，9 2 18，9 3 27，9 4 36，9 5 45，9 6 54，9 7 63，9 8 72，9 9 81，9乘10得90。耶，5蚊。但係錯咗2個喎。有3次機會，因為5蚊咧。好啦，陣間俾你啦。10蚊零用錢。我飲完奶之後俾你啦。耶！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，拜拜。